喺2000幾年嗰一日，大約係中午嘅時候，當時喺耶路撒冷，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面，整片大地陷入黑暗，太陽變黑，直到晏晝嘅3點鐘，耶穌大聲喊叫說話，之後就斷氣。聖殿入邊嘅幔子由上到下裂成咗兩邊。耶穌係救主基督降生，佢喺十字架上流咗好多血，清除咗上帝同人之間嘅障礙。願意相信、真心跟隨耶穌嘅人，死後喺復活時進入住喺上帝永遠嘅國。耶穌嚟之前，先知預言救主會降生。耶穌幾時知道自己要嚟釘十字架嘅呢？係亞當同夏娃喺上帝嘅伊甸園，為咗自己嘅好處，食咗善惡樹上面嘅果子。喺嗰一刻，耶穌知道自己要嚟釘十字架，定係喺上帝決定創造亞當之前，佢已經知道俾亞當同夏娃自由成長，耶穌就有可能要承受釘十字架嘅痛楚。上帝仍然創造人，係佢見到美好嘅未來，對人有信心，經過學習成長之後會完全，好似天父完全一樣。上帝為愛佢嘅人所預備嘅係眼未見過，耳未聽過，心入邊都冇諗過嘅。耶穌同門徒講，喺天父嘅屋企有好多大宅，佢去為門徒準備地方，會嚟接門徒去佢嗰度。到時上帝會同人一齊住，喺上帝嗰度由天而降佢嘅聖城新耶路撒冷。城係四方嘅，長度、闊度、高度都係一樣，純金嘅，好似純正嘅玻璃。東邊、北邊、南邊、西邊，每邊都有3道門。城牆嘅根基用咗各種嘅色彩嘅寶石嚟到裝飾，每一道門都係一粒珍珠。牆係碧玉做嘅，城入邊嘅街道係純金，好似透明嘅玻璃。神嘅榮耀光照住城入邊，唔需要太陽同月亮，嗰度都冇黑夜。神嘅寶座流出生命水嘅河，清澈好似水晶。喺河嘅兩邊有生命樹，每個月都結出12種果子。所有人嘅生命都會終結死亡。Peace be with you. My peace I give to you. 相信基督、跟隨耶穌嘅人，知道打開眼嘅時候見到嗰個就係耶穌，心入邊有平安，唔會驚，唔知自己去咗邊。見到耶穌嗰陣時，你會同佢講啲乜嘢呢？